各位朋友，今天跟大家聊文字的分寸。你有沒有發現，現在很多人早就分不清姐跟姐了？有人寫親姐姐叫姐姐，有人寫表姐妹變成表姐妹，甚至連課本、網絡、影片字幕都開始混着用。很多人覺得這只是小事，但其實一個字的變化背後藏着的是整個時代的改變。老祖宗留下來的中文其實是很講究的。以前姐代表的是血緣、倫理、輩分，家裡排行大的女性叫姐，有親屬關係的叫姐，表姐、堂姐、姐妹。這個字裡面不是只有稱呼，還有家族觀念，還有長幼有序，還有中國人最重視的人倫關係。而姐呢，以前更多偏向口語、俗稱、社會稱呼，像小姐、空姐、櫃姐，它不一定有血緣，比較像一種對女性的稱呼方式。所以老一輩的人其實很多都會刻意分開，因為在他們眼裡，字不只是字，字裡面有規矩、有文化、有一代人的價值觀。可是後來時代慢慢變了，於是筆畫比較少的姐開始大量取代姐。再後來手機出現了，大家打字越來越快，輸入法心跳哪個字，人們就用哪個字。久而久之，很多年輕人甚至不知道，原來姐跟姐以前是有區分的。這件事其實很像現在的社會，以前的人凡事講究界限，輩分有界限，禮貌有界限，尊卑有界限，做人做事都有分層。可現在呢，很多東西開始模糊了，親情像友情，友情像交易，尊重變成客套，文化變成流量。以前的人重視的是對不對，現在的人更在意快不快，所以不只是姐跟姐混了，很多東西也一起混了，價值觀混了，是非混了，責任混了，甚至連人與人的距離都混了。你會發現，這個時代最可怕的不是大家不知道，而是大家慢慢覺得差不多就好。但真正厲害的人永遠都懂得尊重細節，因為他知道細節裡藏着的是態度。一個願意把姐與姐分清楚的人未必古板，他可能只是還願意尊重文字背後的文化。就像真正成熟的人，不是因為守舊，而是知道很多規矩不是為了束縛人，而是提醒人不要忘本。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未必全部都要照单全收，但最可惜的從來不是時代改變，而是很多人連為什麼改變都不知道。當一個民族開始不在乎文字，慢慢也會不在乎文化；當一個人開始不在乎細節，慢慢也會失去敬畏。不是字變了，而是人心變得越來越隨便了。